法国政府23开始规定讲，坐火车2点半钟内底会当到的所在，飞轮机的航班拢爱取消，望讲减少航空废气的排放污染。另外，伫瑞士毛宽波人士伫日内瓦机场抗议航空的污染。 法国政府23发布禁止抵停国内航班的法令，也就是坐火车无到2点半钟就到位的所在，航线即马开始取消来减少碳排放，不过转机航班无受这限制。法国交通部长伯恩指出，这措施目的是鼓励使用更较环保的交通方式。佢认为这是全球的创举，强调以这引擎气候变迁甲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问题顶悬是真重要。不过批评者认为，这措施象征意义比实际意义较大，禁止抵定航班对温室气体排放量影响是真济。 为阻止更加侪碳排，英国石油甲壳牌公司和全团包含烈小和平、伦敦无化石燃料组指定23大楼股东会，100外气候人士拍断新任执行长3万的地词，其他人成为霸占舞台，了后有数十个人，互人动来搁请出去。Companies like Shell are making massive profits at everyone's expense. So I put my pride aside to look a bit like an idiot, persuade them to recognise how bad the climate crisis is. 数十位气候人士穿过网啊坐在楼梯，日内瓦机场表示，天气病骚动和飞航暂停，即马已经恢复。过无偌久，就伫附近举办的欧洲上大私人无人机展示会，欧洲商务航空展和17个差不多100外位气候人士拍断，两个所在都有人闹代志被抓。官团要求减少航空运输甲废气排放，禁止私人无人机就是第一步。机场发言人表示，机场会对这座骚动相关人士投诉，因为加拿大1点钟内，有7架无人机无法度起降。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。